望讲咱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同齐来做环保吼，互咱的溪洲会当更较好吼。所以讲，恁若只要举手之劳，当厝分类好了，阮来找个队员，嘛会当减少着即个稽查工作吼，来甲恁宣导讲，垃圾一定要分类吼。所以讲，希望咱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垃圾分类，把垃圾减量。爱地球，让我们地球未来会更好，让我们未来的子子孙孙们，他们都不用烦恼说未来是成为一个垃圾的地球哈。所以我非常感谢咱今天咱所有小朋友，大家拢来做个垃圾分类，小朋友最棒！自己拍拍手，来拍拍手。好，谢谢我们小朋友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一起丢垃圾分类。谢谢他，现在要站在哪个位置？不要一起排在一起，你们自己想，因为你们每个拿的是不一样的。你这个要放哪里？好，那你就站在那个前面。来，你们自己拿的就自己站在来，这个放哪里？自己放哪里？啊，好，那你在这里。来自己找你拿到的东西该放在哪里？有没有？没有拿到。哎，来。先拿着，你再拿。好，来看纸杯放哪？哎，你丢下去了吗？还没丢。来，纸杯放哪里？等一下，这个再放吗？是吗？丢了。好，来，好，那就丢。好，纸杯丢下去。来看看。因为咱溪洲乡吼，由阮公所甲咱代表会，甲咱领长这边哈，甲咱的谢依凤立委参选人跟我们郑子芬立委这边，我们要共同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裂哈。人讲的讲，人人做环保，溪洲。人人做环保，溪洲会当更较好吼。所以讲，今仔日阮就落实来的，把小朋友教着讲垃圾安怎分裂，而且慢慢来宣导。因为咱溪洲乡公所日后呢，对9月初开始，除了每一天的粪扫定点来甲你收之外吼，嘛是要搁增加着真侪，差不多大概9点的所在，有每一天拜一到拜五，拢每一天的时间吼，会定点伫遐等恁来等粪扫。你粪扫若是讲每一天来收的时间，你拄好无法度符合的时，才请咱的乡亲时代摕来甲咱定点的所在，吼来等着粪扫。而且要粪扫，你要等进前，请恁拜托一定要做一个分类吼。咱拢种垃圾分类有遮尔侪种，可能才有11种，这个垃圾分类的所在，所以请咱的乡亲时代大家落实做着垃圾分类这个工，感谢大家。好，咱的委员吼，真正最认真的，伊份吼。是后嘛，佮比委员更加认真吼，因为咱相信咱拢看到，伊份吼是一个真正认真，佮是特别。对呀，然后水果这些可以生食用的东西都放在生厨余，然后所有厨余的是咱食剩的物件，但是鱼啊骨头、甲黑贝类的壳硬的东西就不能放进去了，因为这个是要提供养猪使用的。分了11项，那这11项里面我们那个塑胶的瓶子就分了有颜色跟没有颜色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时代在进步，每一个tempo 都不太一样。那我要告诉我们的乡亲，尤其是我们的废电池。废电池这个部分要让我们小孩子更加的注意到用一个桶子放在家里，那一定的时间这样废电池一定要集中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